同大自然融入喺一體，究竟係點樣一種 feel 呢？我哋可以見到啦，有山、有水、有湖，而且仲有埋樓添。而家首期只需要攞出10萬蚊，就可以喺珠海西部呢邊咧拎低一套住宅單位啦。而且每一家人口咧都係可以做到溫泉入戶添。走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翻。好啦，上到嚟實體嘅示範單位，咁 total 60萬就係呢一套單位噶啦。首先入門左手邊咧做埋我哋呢個 open kitchen 嘅廚房啦，你睇到嘅全部都係交流標準。現時發展商仲搞緊活動喎，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包括埋床、空調、冰箱、電視背景牆，通通都係做好埋俾到你噶。2件衫就可以入住噶。咁露台望出去嘅景色咧都係非常之靚噶，係睇翻我哋成個天鵝湖嘅一個景色。睇下有山有水，呢個環境你中唔中意啊？並且最重要嘅一點咧，係發展商仲做好埋我哋呢個溫泉池啊！我哋可以想象一下，每日浸喺呢個溫泉，望住咁靚嘅天鵝湖景，係點樣一種 feel？ 咁咧呢度就係位於我哋珠海嘅西部啦，講緊50分鐘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關口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3個6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睇睇啦！